今晚嚟咗金澤呢間餐廳食倫敦牛套餐。餐廳空間好闊落，坐得好舒服。牛肉飯套餐價錢由2400yen至7200yen不等，分別嗌咗倫敦牛一飯三吃同埋梅嘅套餐。呢個倫敦牛一飯三吃，牛肉好嫩滑，上面仲有啲金箔，可以先食原味，跟住再加自己中意嘅調味料，最後可以變做泡飯。呢個梅嘅套餐分別有倫敦烤牛肉同埋倫敦西冷，個西冷真係好好食，表面烤到有少少焦脆，生熟程度啱啱好，牛肉味好濃。啲飯撈埋個蛋液嚟食，真係冇得輸啊！間餐仲有埋碗麵豉湯，好食到一粒飯都冇剩啊！呢個柚子燒灼好適合女仔飲，酒味唔會太濃，柚子味帶點甘苦，記得一定要提前預約啊！